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你就趁我闭眼睛的时候，你就默默走。我等下接下来一整首歌我都要闭眼睛。好，没关系，就点饮料没关系。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的饮料大概就多了5cc 吧，还不错。我的爸爸是一个远洋的船员，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常常看到自己的爸爸。等到自己出来社会的时候找工作，觉得很困难的，没有什么技术。然后我说我要去唱歌，我爸爸觉得这不是一个他觉得不是一个很正当的工作，他觉得正当的工作就是朝9晚5，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5点下班的那种才是正当的工作。如果没有找到正当的工作，就要替家里面去赚钱，然后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当职业军人这样。我不想要啊，我没有很叛逆啦，我顶多染头发而已。我最坏也是这样啊，可是那时候就很不想要去当军人。但我一直很感谢我爸爸，一直到现在，哇，我出专辑，然后今年终于得金曲奖了，终于真的，哇，我爸爸应该很开心，他觉得我应该是正常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我在08年的时候啊，我得过金马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那年我的最强的对手是那个海角7号的茂博跟田中千惠，把他们我说我很开心，说我得到金马奖了，打电话给我爸爸，我爸爸居然回我一句话：啊，你不是唱歌的吗？或许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大的期待，但是找到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，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父母亲也是很希望他的孩子能快乐的生活着，大家都一样。然后写这首歌给我爸爸，也一样。